你说我们抓错了人，你不是乱党，是皇上身边的笔墨侍书李义欢。没错，大人，我是为了见大人，所以才骗狱卒说什么我要举报乱党，但根本没什么乱党，我也不是乱党，我是宫里的女官。臭丫头，你当本官是3岁小儿吗？这宫中哪来的笔墨侍书的女官职位？我本来是宫里的答应，笔墨侍书一职是皇上特意为我设置的。皇上特意为你设置了职位？这么说，你很受皇上的宠爱了？那为何皇上不直接封你做娘娘，而先封你做答应，再封你做女官呢？依大清的律例，这宫中的女官是不可能独自出京的，而你却为何会女扮男装，坐着乱党的牛车进京？那车夫，本官已经审问明白了，他此次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纠结一帮同党，行刺朝中的要员。不是，误会了。我这1个多月前跟皇上去山西微服私访，结果这途中遇到了歹徒抢劫，我跟皇上就走散了。你们听听，难怪这臭丫头敢加入乱党，原来是一个无知无畏的疯丫头。皇上怎么可能去山西微服私访？这1个月来，皇上的确罢了朝，但皇上天天都在宫中与太皇太后潜心礼佛，为大清祈福，缓解旱灾。你这谎撒的也太匪夷所思了吧？也不是，这皇上是怕自己泄露了行踪，才托辞说什么罢朝礼佛的。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皇上呀。你以为本官和你一样疯了吗？敢拿这么可笑的话去问皇上？再说了，你以为皇上是想见就能见的？这1年之中，本官也不过是在上朝之时，远远的瞧上皇上一眼罢了。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够了，本官可没工夫听你在这慢慢的编故事讲笑话。快说，你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为什么要加入乱党？在这京城之中，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我叫李义欢，但我真的不是乱党。要不然您去问问那个索额图索大人，他知道。索大人可是皇上跟前的第1红人，本官岂会为了你一个疯丫头去找索大人讨骂？那你去问问那个太医院的李建清李太医，他是我哥哥。你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感情满朝的要员和你都是非亲即故，越是如此信口雌黄，东拉西扯，本官就越相信你就是图谋不轨的乱党。来啊，把他押入刑房，本官要亲自审审他。大人，冤枉啊！我真的不是。不招，招不招？不招，不招，招不招？不招是吧？不招是吧？臭丫头，你现在是继续给本官讲故事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我投降，我供。本官看你和寻常女子不同，有些胆识，想来在乱党中的地位一定不低，你供出来的同伙一定很有价值。大人英明，虽然我同伙不多，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他们都潜伏在紫禁城里，伺机刺杀皇上。哦，这可是大案呐！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我同伙，我只知道他有个代号叫龙三，我跟他有一套特殊的接头暗号。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引蛇出洞，将功赎罪。好，
好，快说快说。来，快点儿把这都点着，点着了以后都放上去。大人，这孔明灯啊，一转眼就升到空中去了。到了天上以后，就那么一点点儿，城外的人都看不清，史书姑娘哪那么巧就看见？皇上让你放你就放吧，啊！其实史书姑娘能不能看见孔明灯并不重要，只要皇上心里有个寄托就行了。这放孔明灯，真的是你和龙三的接头信号？真的，这个龙三吧，他在宫里潜伏着，所以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夜空看。这个孔明灯最好半刻钟放一次，越多越好。他只要看到了，肯定会来京城第1酒楼跟我会合的。好吧，本官就姑且信你一次。如果你敢骗我，大人，咱有话好好说，能别这样吗？我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我怎么敢骗你呢？我还不想让大人砍我脑袋呢，是吧？放。龙小弟、猪哥哥、雪姐姐、叔父，你们几个一定要没事了就多抬起头来瞧瞧夜空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求你一定要保佑他们，至少有一个人能瞧见我这孔明灯啊！拜托了。大人，我要的烤鸭怎么还没上啊？正在做，你别急。你的同伙龙三怎么还没有来啊？正在来，您别急。臭丫头，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本官按你说的，在紫禁城东西南北几个门已经放了有3天的孔明灯了。要是你的同伙还不出现，那你就一定是在戏弄本官。本官一定会砍了你的头的。大人，您别急嘛，龙三肯定会来的。大人，您想啊，这龙三潜入宫中当奸细，那他行事肯定十分小心啊。您想引蛇出洞，对不对？那就得有点耐心呐。龙小弟、猪哥哥、雪姐姐、叔父，难道你们这3天都没有瞧见我放的孔明灯吗？你们要是再不来救我，我可就要被砍头了。客官，您的菜来了。客官，您的酒放这儿慢用。酒楼里的小二怎么都这么脸生呢？我们以前潜伏在这里的那2个探子呢？难道都换人了？烤鸭来了。2位，您的烤鸭。2位慢用。糟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人。那我们安插的那2个人呢？难道今天全都轮班休息？你要的烤鸭已经到了。管他呢，先好好解解馋再说。万一真没办法送出消息，被这顺天福音砍了头，也不会是个饿死的。如果你将这只烤鸭吃完了，你的同伙还没来，那我就要将你这个小丫头给宰了，做一个烤
全鸭吃。您放心吧，大人，他肯定会来的。您看，我吃这烤鸭是不是得配点酒啊？要不然您给我上一壶杏花春。你的名堂怎么这么多？不是名堂多呀。您想，您要是抓住了这个行刺皇上的反党，这得多大功啊！您赐我几口酒怎么了？没准我喝完酒，哎，那个龙三就来了呢。就先让你继续摆谱。若是龙三不到，小二，哎，再来一壶杏花春。好嘞。微臣参见皇上，快免礼。谢皇上。怎么样，有易欢的消息了吗？易欢的脚受了伤，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在山西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打听，所有的饭铺、酒楼、旅店、客栈都打听了，终于打听到，易欢一个人女扮男装，拄着拐杖，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最后一个见过易欢的人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他说他亲眼看到易欢上了一辆牛车，随着牛车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那这么说的话，易欢应该是平安回京啊，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我也不知道。按理说，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这已经到京城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这眼一连3个晚上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易欢要是看见的话，他一定会回来的。这只能说明易欢出事了。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把他给绑了？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反党在朝中一定会有奸细。若是知道了易欢和朕的关系，那难保不会打易欢的主意啊！皇上，臣听说那些反党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妄图恢复朱明王朝，但是却从来不敢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那要不是反党的话，那又会是谁呢？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再长，也不会伸到天子脚底下来啊！再说了，易欢就算脚上有伤，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寻常的地痞流氓根本就拿他没办法。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眼下只能多安排人在四处打探了。你一定不能大张旗鼓，必须暗中查访，要不然的话，易欢就更危险了。微臣明白。丫头，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人呢？您别急啊，这不还有一个鸭头没吃完吗？您放心吧，在鸭头吃完之前，他肯定会来的。可是这只鸭子你吃了2个时辰都没吃完，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冤枉啊！我只是刚才吃的太饱太撑了嘛。大人，您放心吧，我这个同伙啊，他没准现在因为宫里有什么事绊住了呢，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对不对？反正您放心吧，他肯定会来，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是吧？好，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要是到了天黑，龙三还不到，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会来的，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龙小弟、朱哥哥，我已经黔驴技穷了，你们要是再不出现，我可就真完了。臭丫头，这天已经黑了，龙三还没有来，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刚吃完一个鸭头吗？我估计还有1炷香的时间，龙三肯定就到了。够了，臭丫头，你好大的胆子，连本官也敢戏弄。没有啊，我怎么敢戏弄您呢？我真的有个同伙叫龙三，潜伏在宫中。大人，大人，那个车夫终于招了，
根据他的招供，卑职把另几个潜伏在京城的乱党一网打尽，但那个车夫说，这个乘坐他牛车的小丫头只是顺路搭车，不是他的同党。哦，当真？卑职问过另外几个乱党，他们都说这个小丫头不是他们的人。你看，你看，原来你果然在戏弄本官。大人，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您说的呀，要打要杀的，所以我才胡乱招供的。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我只好胡乱编瞎话了呗。现在好了，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啦？多谢大人。站住！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官，本官或许还可以放了你。可现在嘛，就算你不是乱党，多半也是江湖骗子。来人，给我带走！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冤枉了！哎，皇上，您不必担心，世淑姑娘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不会有事的。可是朕的眼皮跳个不停，心里也有些发慌。朕总觉得一欢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皇上，您这是关心则乱了。皇上，微臣参见皇上。起来吧。怎么样？有消息了吗？京城中有好多人都拾到了孔明灯，上面写着龙三出会地检。臣马上带着一欢的画像去第一酒楼打探，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原来她被顺天府尹甘国泰误当反党给抓了，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怎么又看懂了？都在楚军那儿。这么多人。是吗？你说这么军原来人都乱党。乱党可什么乱党？这呀，十有八九是被冤枉的。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哎，我听说啊，朝廷重惩捕获乱党的官员，每抓一个乱党都有绳子，抓多了有官惩的。原来如此。朱哥哥，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从小你对我那么好，可我就知道欺负你。这下好了，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你找一个嫂子，好好对她，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臭丫头，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还想耍什么把戏？大人，我真的没耍把戏，我之前真的没骗您。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我这都要死了，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龙三，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你一次回报都没有。结果我这回京了，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而你呢，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都不来找我，不来看我。龙三，我诅咒你，以后喝水塞牙，走路摔跤，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从现在开始，我李一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好了，午时3刻已到，行刑！刀下留人！
龙小弟，老大，真的是你吗？我没在做梦吧？我早就来了。你早就来了。大人，我说的铜打就是他。真有铜打？没错，这个铜打就在你面前，快抓住他！来啊，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大胆！我看你们谁敢动手！甘国泰，你这条疯狗，你老养昏花了啊！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索大人，索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还有谁来了？大人，您这招引蛇出洞，没把蛇引出来，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跪下！皇上！各位臣民，各位百姓，朕接到密奏说，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为求加官进爵，竟大肆抓捕良民，冒充反党，滥杀无辜。朕现在就下旨，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无罪者当场释放；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如系冤案，全部平反，并由朝廷进行抚恤。皇上圣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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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虽然救下欢梅，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证据俱在。来人啊，摘取他的顶戴花翎，移交刑部审理。这皇上饶命啊！微臣知道错了，皇上饶命啊！走，微臣知道错了，皇上饶命啊！欢梅，哥，让朕来。花儿，朕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又活色生香的出现在朕的面前。皇上，你刚才那么任性张扬的把奴婢抱进来，这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坏了宫里的规矩了。朕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放心，有朕在，谁都伤害不了你。我问你，你那么早到刑场了，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朕既然去了刑场，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会保护好你和四舅的性命。对了，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那还不是你啊！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你都没看见吗？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差点就这么错过了。其实我嘴上骂你，说要跟你断绝关系，那也是为了你好啊。因为我怕我真死了，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朕知道，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又被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你放心，
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替你出了这口气。你不光要替我一个人出气，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放心吧，朕不会忘记的。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你等着。花儿，你看看，这是我。朕的画工怎么样？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龙小弟。你干什么呀？我只是你的笔墨侍书，我又不是你的嫔妃。你别口是心非了。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我，放开我！怎么了？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别再说了。微臣参见皇上。进来吧。皇上，一欢脚受了伤，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怎么样？这伤要紧吗？伤得很严重，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才能治伤。啊，那不疼死了！早知道受这份罪，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你胡说什么呢？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那股不惧生死、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行了，我这没什么事儿了，你们先下去吧。是。朱哥哥，朱哥哥，我们节后重逢，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小平内服，大平外敷。我是欠了你钱了，还是偷了你的米了？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世淑姑娘好生歇着吧，下官告退了。哎呀，怎么了？脚疼。活该，谁让你逞能？真的特别疼。你是脚疼，我是心疼。真正心疼你那个人，是我。朱哥哥，你看，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哎，说好了，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是你不理我的。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可你呢，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舍弃自己的性命。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我们是结拜兄弟，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如果他换作是你，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原来，在你心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你会帮谁？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朱哥哥。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
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环美，你记住了，不许再为康熙以身设限了，因为他如果没有你，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而如果我没有你，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朱哥哥，你没有了我，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皇上竟然为李易欢去大闹法场，这成何体统？太皇太后，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那顺天府尹啊，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皇上呢竟然呢魂不守舍的。太皇太后，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皇上正值青春年少，难免会动了真情嘛。啊，是啊，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可是不管怎样，他把皇上迷成这样，也都是他的罪过呀。山西本富庶之地，然朕亲见民生疾苦，而地方官各自为政，巧立名目收受税银。朝廷所发赈灾银两、粮食，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真入灾民手中，实不足衣。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众官员香车豪宅，生活之铺张奢靡，犹在朕之上。朕着令，吏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以正乾坤。钦此。好了，龙小弟，写完了。你来看看怎么样？老大，看来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这个字儿啊大有长进。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居然写的字儿能有几分朕的风范。主要啊，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这听得我呀是痛快淋漓的。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每一次闹饥荒，饿死很多人，当时看着吧，就觉得特别惨。那个时候，你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那当然了，这老百姓饿肚子，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儿没当好啊。皇上呀，可不是个官儿。皇上怎么不是官了？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是山西的地方官，可是呢，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儿，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任何一个人说了，朕都不会轻饶的。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那你说，你是朕的什么人？老大，这次出巡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不仅体察了民情，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你看看这个，还记得那日你说过，这个“龙”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
朕听了那番话以后，心里很是震撼，所以回了宫以后，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以随时警醒自己，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花儿，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出去跟他成亲啊？你虽然是寻常女子，朕不能立你为后，但是在这后宫佳丽3000之中，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所以朕要给你抬个旗级，纳你入后宫。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朕记得你之前说过，皇帝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可是，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在那间草房中，咱们同居了数日，朕看过你的身子，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大不了我谁都不嫁，我不嫁给他，我也不嫁给你。为什么？龙小弟，你是个好皇上，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龙小弟，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你不能。我不想跟东宫娘娘、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你懂吗？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每天打扮好，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对着蜡烛垂泪，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少我一个又如何呢？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罢了，纵然朕贵为天子，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李太医，公公有什么吩咐吗？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怎么？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你心里不好受啊？
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这不是我想要的。易欢年少单纯，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我担心的。你把易欢拉进宫里来，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可是没想到，皇上对易欢动了真心，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唉，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也很是不安呐，但我又无可奈何。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我劝不了你，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就连我这条老命，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我劝你，赶紧把易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我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啦。什么？你和易欢要撤出宫去？康熙跟易欢的情形，你一直看在眼里。我不能把易欢留在宫里了。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那你们就先撤走吧。这寻找铜匣和查出明珠谷内奸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太危险了。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对不起，倾城，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大师兄，你别这么说。如果任由小师妹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对易欢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才刚刚开始，赶紧把他撤走吧。谢谢你，倾城。只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为我着想。但是，我却无以为报。大师兄，你的平安和幸福，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不走，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为什么？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舍不得离开他了？我哪有啊！昨天在御书房，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你没有拒绝。我，欢梅，以前你对男女之事或许很懵懂，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你最近对康熙的感情悄悄发生了变化。朱哥哥，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我不能再把你留在紫禁城了，你马上跟我走。可是铜匣子还没有找到呢，而且潜伏在明珠谷鳌拜的内奸也没找到呢。倾城说了，找铜匣跟查内奸的任务，他会去做。那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多危险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舍不得康熙，是不是？这里就像一个大金笼子，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了，早晚都会撤的。但是走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龙小弟说了，那个刘德昭已经奉旨进京了，难道你不想看一看他就地伏法、大快人心的下场吗？再说了，咱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呀？问问他的意见。没准在这段时间里，铜匣子也找到了，内奸也找到了，到时候咱们可以跟雪姐姐一起撤了。现在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儿，多不到一样，对吧？虽然我知道这些理由不过是你找的借口，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欢梅，那你答应我，等刘德昭伏法以后，马上跟我走。我就知道朱哥哥对我最好了。你呀，就知道欺负我心软，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你得巧妙地回绝他，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我知道了。且放，玉八赞率着3000旌旗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
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事后也不差人跟你打声招呼。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跟龙三对峙，这事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儿啊。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呐。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在朝廷中毫无背景，只因是擅长曲中卖直，所以才被皇上破格任命为钦差大臣。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憋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如若如此，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倒。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哎，玉八赞是皇族子弟，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可是他为了一己私交，不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就这事儿，咱们能不能揍他一本？秋官啊，此事我们是假。为什么呀？啊，皇家子弟手握重兵，跟朝中大臣勾结，这是皇上的大忌啊！你懂些什么？这个龙三回京之后，必定在皇上面前举报我诸多的罪状。到现在为止，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只是让我奉旨回京与那龙三对峙。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我抢先在龙三之前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秋官啊，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对付龙三一个人，以免树敌太多呀。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咱们怀疑丽嫔是一江湖女子假冒之事，如何处置？哎呀，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这个丽嫔跟舒婉欣两个人居然长得是一模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舒婉欣。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这个丽嫔娘娘她是假冒的？那舒婉欣早跟那个孟祥和私奔去了，我正查探。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先奉旨进京。丽嫔娘娘的事情暂时先不提了。秋官啊，待我找到真正的舒婉欣之后，你即刻进京来见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姐夫，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撒出去了，你说他跑得了吗？索大人且慢行。怎么了？下官见过索大人。哎呀呀呀！你这是干嘛呢？你别这样。不，索大人，下官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只是想请索大人给下官透露些口风。下官此次进京到底是凶还是吉呀？哼！哎呀，你呀，你呀，索大人教训得对。你呀，不用太过担心了咱们都是朝廷命官，这有人弹劾咱们，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是不是啊？下官明白索大人的意思。索大人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皇上并未全信那个钦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你呢，且安心的去觐见，你此行一定是有惊无险。多谢索大人指点。行，走着。请。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宣刘德昭。这，刘德昭，皇上宣你觐见，请吧。
刘德昭，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大人，皇上，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刘德昭，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回皇上的话，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所以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盗抢我府库的官银，还有这龙三，他私刻玉玺，伪造密旨，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皇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臣据查实。皇上，请皇上明察。刘德昭，臣在。你文才不错嘛，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难怪你能一路升迁，官拜2品。谢皇上盛赞，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还有皇上，这是龙三私刻玉玺、伪造密旨、盗抢官银的证据，请皇上明鉴。没错，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皇上，除了这些物证以外，臣还有人证。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他可以作证。这龙三在借住书府期间，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可召此人进宫质询，此案可立百于天下。不必了，这儿有3个人证，个个都比你那个书府的管家重要。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伪造玉玺，乔装改扮盗抢官银，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吾皇圣明啊！皇上实在是圣明啊，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刘大人，别来无恙啊！皇上，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刘德昭，我也是证人之一，你可还记得我？皇上，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皇上，何止他们俩有份儿？刘德昭，臣在。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臣第一次拜见天颜，内心诚惶诚恐，臣不敢直视天威，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仔细的看看朕。皇上，
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后来那个刘德昭啊，吓得都不敢说话了，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一直都还真是有趣。真可惜，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哎呀，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结果你猜怎么着？吓得那厮尿裤子了！哎呦，臭的我呀！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真是没想到，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原来这么脓包啊！可不嘛，你都不知道，被拖出去的时候，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那眼睛是往上翻的，然后吐着白沫，就这样，基本就这样的。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皇上吉祥，皇上吉祥。臣参见皇上。哎，不必多礼。这个永乐斋啊，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最轻松，也是最开心的地方，大家随意就好了。一欢的一欢，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朕每次一见到你，一见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心里充满了阳光。龙小弟，你可是堂堂的皇上，你怎么能学别人听壁角呢？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你这个声音啊，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这么看来，你这脚是不疼了？脚是不疼啦，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特别不好看。哇，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没一个样子的。哪有？皇上，再过几日，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臣想带着臣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还望皇上恩准。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欢妹，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我爹过2天回京城，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义父说过，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可是，怎么，你又变卦了？不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如果撤不好的话，康熙肯定会怀疑的，到时候侦查起来，雪姐姐怎么办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琪的车队进京了，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将我们劫走。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哦，好吧。好，朕准了。到时候啊，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奠。多谢皇上，臣母能享此哀荣，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你先别急着谢朕，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不知你是否愿意？臣愿听凭皇上差遣。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但是朕明白，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暗中清查其他官员，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冒领功勋，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皇上，这恐怕……怎么，你不肯？你要是有什么顾虑，就尽管说出来，朕替你解决。微臣不敢，只是臣乃小小的太医，恐难当此大任。这个整顿吏治啊，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索额图虽然能力强，但他毕竟是满臣，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不便下手，所以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把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国家路洞全部给揪出来，明正典刑。太好了，朱哥哥，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
李爱卿，朕思前想后，这满朝文武，只有你最能堪此重任。第一，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背景干净；第二，你文武双全，办事能力强，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贪图荣华富贵，心中藏着天下百姓，肯为他们牺牲。锦清，你可愿意？哎，朱哥哥，你就答应龙小弟吧。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你想，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刘德昭和甘国泰的恶行了，可是天下还有多少甘国泰和刘德昭呢？还有多少老百姓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你忍心不管吗？微臣遵旨。太好了，我就知道朱哥哥不会让我失望的。启禀皇上，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现来面圣交旨。凭什么？谢皇上。二公子，山西一别，别来无恙啊！微臣眼拙，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微臣罪该万死。二公子不必多礼，起来吧。是。朕在山西的时候，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你认不出朕，又何罪之有啊？微臣无能，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微臣罪该万死。这山西劫案一事，朕已查明，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与你毫无关系。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甚是辛苦。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朕得好好的赏你。谢皇上恩典。起来说话吧。是。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但凭皇上吩咐，微臣定当竭尽全力。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制办，用快马送至京城。回皇上，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制办。那就尽快抓紧时间制办吧。是。你进京之后，可曾见过你大哥？回皇上，臣乃外臣，未得圣旨，不敢擅见额父。二公子办事谨细，很好。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甚是欢喜，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顺便见一见你大哥，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谢皇上恩典。二公子啊，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请起吧。谢太皇太后。额驸啊，在。依哀家看，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啊，太皇太后有所不知，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才华也在臣之上。以前在王府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在哀家看来，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都不错，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谢太皇太后美誉。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启禀太皇太后，臣
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哦啊，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不想你已经定亲了。哎，这样也好，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将2个儿子都招了女婿留到京城，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太皇太后和朕呢，还特意为平西王准备了一份厚礼。来人，将礼物拿上来。罗父，二公子，你们2位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臣遵旨。太后和皇上明鉴，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折子送给平西王，就是为了告诉他，这朝野之上啊，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弹劾他心怀不轨，有谋反之心。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都是绝对的相信他的。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好了，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生分？起来吧。建宁，还不赶紧把额驸扶起来？来，起来吧，二公子。你回到云南后，代哀家问候你父王好。另外，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顺便带回去。微臣代母亲多谢太皇太后恩典。额驸、二公子，你们兄弟难得一见，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还是到额驸府去续续亲吧。啊，建宁，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微臣告退。皇额娘，哎，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熊，哀家本来是不同意，但是谁叫你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呢？建宁明白，建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替皇额娘分忧。怎么了？是不是脚上又犯了，开始疼了？没有。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心里想什么呢？我是刚才见了建宁公主，她本来是长公主，何等尊贵啊！可是，在13岁的时候，不得已嫁给了吴应熊。你看，她在太皇太后面前都变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的，可见这些年来，她一定过得很辛苦、很煎熬。这有什么？身为皇家子弟，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你想想朕，也是13虚岁就已经大婚了，这些年在宫里，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直到遇见了你，朕的日子才变得有趣了一些。龙小弟，其实我有点害怕。害怕？怕什么？太皇太后，我看他老人家对你挺好的呀，知道你爱吃点心，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太皇太后跟你不也重重赏了吴家二公子？但是，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这个吴三桂啊，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朕和太皇太后也是逼不得已的。你又不牵扯正事，也不必别人家头疼，你就跟着犯晕呢。龙小弟，我有一种感觉，平时没人的时候，你在我面前就是我的龙小弟。我觉得我离你特别近，我们很亲近。
但是，一旦有别人在，你就是皇上。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其实好远好远的。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朕明白，但是朕没有办法。身为皇帝，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太亲近，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否则的话，只会被臣子拿捏得死死的。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离朕最近，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那会不会有一天，太皇太后或者是你，因为这个砍了我的脑袋呢？你这个小脑瓜子，天天想什么呢？老咒自己被砍头。放心吧，朕是和你拜过把子的，说好了要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嗯。